续来看桃园龟山的龙华科技大学，培养真侪电竞界的精英。花市甲龙华大学签订3学合作，而这个签约的现场，特别用虚拟的技术，让一只喷火龙冲破大厅，这场面是真震撼。喷火龙出现伫花市大厅，伫舞台顶喷火，2位手野准备要对付伊。 结合电脑科技有够震撼，华视甲中华科技大学跨界签订3学合作，打造全新的电竞相机。我们的电竞选手，我相信不仅现在发光发热啊，我们台湾可能未来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重镇。你看啊，很多包括赖好了，很多新媒体他们都有自己组成战队。我们希望未来我们跟龙华大学合作，我们也可以组成一个双华战队好。 看准电竞产业发展愈来愈好，双方签署合作的备忘录，其实伫去年华视就已经准备好啊。头一摆挑战将电竞搬上跨年舞台，伫电竞龙雕中有传播教育功能，加入电竞生态链产业的转型。大型赛事的规划，我们用专案管理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哈。那么选手的培养当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 华视总经理曾宏嘉甲中华科技大学校长郭志祥双方交换礼物，合作打造国内优秀的电竞产业。未来迈将举办国际电竞高峰会，宣告电竞时代正式来临。